宫、商、角、清卷、止、羽、变宫，每一个错音和错音之间的间隔都指向了《诗经》的某一个位置。这样你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消息了。那我岂不是要把整个《诗经》背得滚瓜烂熟啊？当然了。可这些东西对我又没有什么用。等你用到的时候就晚了。秦风无衣，第32字。诗。可以吃饭了。烤鱼。喂。快背。别渴了，别渴了，快，喝点梨汤。谢谢。我来。你这咳嗽老不好，多半是因为每天讲话太多了。上次咱们说到射手座了吧？射手座，你是不是该学点武艺防身啊？这个我可教不了。那你可小瞧我了。好，哎，好。可以啊。哎，你阿爷不是不让你和陆石习武吗？我阿爷只是怕我和阿石步阿爹的后尘，但是我和阿石知道，如果阿爹还在世，他肯定会支持我们的。我已经没什么能教你的了，还剩最后一课。最后一课。阿渊，不好了，阿石他出事了。